歡迎嚟到我頻道，喜歡嘅話幫我免費訂閱啦，俾 like 啦、share 啦、留言支持，甚至加入成我哋會員㗎。加入成為會員有兩種嘅會員，第一種就係 YouTube 嘅會員，每個月俾10蚊咧，咁就係支持頻道嘅發展。另一種會員咧就係 terrysir.com 嘅網頁會員，咁請你喺討論區嗰度啦，喺建立文章嗰度撳入去，咁就填寫資料，交取咧一次性100蚊去做乜嘢咧？第一就係支持呢個網頁嘅發展啦，第二支持我本人啦，第三就會喺6月1號咧就會開通會員自己嘅買賣區㗎啦。咁會員先至可以發言同埋買賣嘅，咁就希望我都做啲篩選啦，叫做下一個人有同我講嘢啦、傾偈啦、識得入數啦，俾100蚊啦。咁佢唔係機械人，佢唔係釣魚軟件啦，起碼咁好大程度上唔係啦嚇。咁啊，盡量做一啲嘅篩選同埋阻隔咧，就令到有啲朋友佢會員買賣區裏邊咧，佢可能會放心一啲嚇。咁亦都阻咗一啲無關痛癢或者唔知咩人入咗個網頁裏邊發言嘅。咁呢個會員嘅買賣區咧，咁本人係會收取0蚊嘅佣金嘅，即係唔關我事嚇。你哋自己去交流啦，去買賣啦，去討論啦。咁我只不過幫大家搭建一個平台，一個玩標人嘅平台嘅啫。咁真係冇利可圖啊！即係咁，不過大家開心啦。咁我有陣時我啲標我自己會賣嘅，咁你哋可以都去賣嘅，或者去賣嘅。咁大家 happy 有個平台喺度嚇，我自己都唔使交平台費用嚇，咁有乜理由要你哋交咧？係咪？咁我幫手揼個網頁出嚟，可能亦都唔係好貴，1萬幾千。咁大家交咗啲會費，亦都幫手建設咗㗎啦，已經嚇。咁因此你哋已經俾咗你哋要俾嘅錢㗎啦，就唔使再俾咩佣金嗰啲咁啦。OK。咁今日借呢隻 Alexander Sokolov 咧去講一啲嘅道理，咁講嗰啲嘅標先。當然嗱，呢個品牌咧就大個雞腩咁大個字寫住 Made in Germany， 係德國製造嘅一個品牌。其實我幾年前都介紹過啦，咁但係咧佢係冇德國 feel 嗱，德國 feel 係咩意思咧？第一個面好沉悶啦，好你可以話 handsome 啦，有陣時可以，如果你做到朗格嗰啲咁或者 Len Hayes 嗰啲咁樣。咁但係咧，通常都係沉悶啦，或者 Will Grossman 啦，通常都係沉悶噶啦，即係齋啲嘅嚇。你話要雕龍雕鳳咧，通常就唔喺德國標裏邊嘅。德國標係中意雕咩咧？就雕後邊嘅，咁就係嗰幾樣嘢啦嚇。4分3甲板、鵝頸微調、黃金套筒、雕刻平衡橋，呢度咧就淨係得雕刻平衡橋嘅啫，基本上乜都冇嘅呢隻標，根本就唔係德國標啊。咁但係點解佢 Made in Germany 咧？咁就完全係因為呢一個老細啦，呢個 designer 啦，咁佢係一個斯拉夫人啦，一個俄羅斯佬啦。咁佢一直都喺德國居住，因此就將斯拉夫嘅文化藝術審美觀咧就擺喺呢隻標度。因此佢係一隻德國標啊，咁但係一隻有俄羅斯 feel、俄羅斯 DNA 嘅德國標嚟。嗱，買佢嘅標都好簡單嘅啫，買呢個牌子，有咁花神得咁花神就啱噶啦。你買佢嗰啲普通樣嗰啲黑面嗰啲咧，就即係買嚟嘥氣嘅，即係你唔會咁噶嘛。即係你我又舉埋嗰啲無謂例子先啦。即係你唔會買 Adidas 皮鞋噶嘛？你 Adidas 買佢波鞋，佢個牌子咧有佢勁嘅嗰樣嘢，咁你去買嗱，除非佢係好平好抵玩。咁你咪為咗個牌子去買咯，咁但係佢呢啲又唔會特別平嘅喎。如果出個普通黑面，咁你梗係買佢嘅過癮嘢啦。好 iconic 嘅面盤，60呢個字好大個，咁啊你會見得到。有啲佢有賣20同埋40嘅嗱，其實咧佢係20、40、60 3個大字咧，去俾你去買嘅。咁但係咧有啲錶佢因為要考慮翻隻錶嘅平衡同埋個設計咧，咁就20、40就冇咗啦。咁但係佢盡量咧嗱唔係一定。不過盡量咧會留60喺度嘅，有啲係被逼留到得20、40啫，咁視乎你中唔中意。anyway， 總之你見到20、40或60呢個大字咧，咁就都幾有可能係呢個品牌啦。嗱，呢個錶39mm戴上手好靚仔，我覺得配色啊各樣嘢配襯咧就比起沉悶嘅勞力士咧就真係好玩好多。帶啦扣啦都配合得非常之啱呢個 style 嘅，咁呢個就係佢嘅面盤啦，好似個小丑咁樣望住你。下邊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唔係咩勁嘢，你見到哇日月星辰係咪咩天文時間咧定係月相咧？定係啲咩咧？其實乜都唔係就一個24小時顯示，亦都冇得獨立調校嘅。日曆咧就喺呢個位置啦，翼帽咧快跳啊！
教壓力咧係痛苦嘅。咁啊，因為佢機芯問題啦嘅設計咧就係咁噶啦。咁一陣間咧就會俾大家睇下個機芯噶啦。咁機芯係佢賣點喎，但係居然嚇跳壓力咁啊，你要好痛苦咁去處理咁樣前三後三啦，所謂。若果你有玩以前嘅勞力士嘅 Date 103嗰啲咧，你對於呢一種嘅調校咧好熟悉啦，或者你玩啲舊啲60、70年代嘅有壓力錶咧，都好多時都係咁樣調校噶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個面盤講完噶啦，計時咧爽手，好用，而且話俾你聽呢個機芯係非常之襟用嘅。咁係一個嘅寶潔嘅古董機芯嚇，咁佢又話即係佢又比較偏好呢個機芯啦，但係就唔係自家嘅嚇，咁係俄羅斯嘅寶潔機芯啦。近睇頂呱呱，落鏡睇咧就唔得噶啦。咁近睇都得嘅嚇，唔係講笑。你唔好落鏡睇咧，都幾好睇嘅呢個機芯。咁你落鏡睇就發覺啲邊緣打磨就即係粗糙啲啦。咁但係你如果離遠睇咧，哇，好似好 colourful 先，起碼感覺嚇。咁佢有雕刻平衡橋啦，起碼中一範啦嚇。德國錶裏邊嘅比較 iconic 嘅一個 element 元素中一範，其餘就冇啦。黃金套筒啊，梗係唔會有啦。4/3夾板咁，佢係一隻手動上鏈錶啦嚇。咁佢呢度亦都搞唔到俾你啦，唔知點搞啦。亦都唔係用鵝頸微調嘅方式去調校快慢啦。咁呢個機芯咧，其實我想講係咩咧？其實啲錶講完噶啦嚇。咁二手萬零蚊，一手咧唔平啊，2萬幾、3萬幾，視乎佢想做成咩樣，4萬幾都有嘅。咁呢啲錶二手萬零蚊，中意咪買嚟玩下咯。咁我都推薦嘅呢啲錶嚇，冇乜所謂。嗱，我講完嘅係想講乜嘢咧？整咗機芯嘅講先，揾個好啲嘅角度。咁其實呢個機芯咧，或者呢一個嘅樣式出嚟嘅時候咧，係冇人諗過要將佢雕成咁嘅。因為俄羅斯嘅機芯咧，好似嗰啲俄羅斯蘇聯嗰啲坦克咁樣咧嚇，嗰啲咩 T34嗰啲咁樣咧，係皮實耐用耐操嘅啫。用大陸嘅講法就冇美感可言嘅。美感你請你去睇嗰啲德國嗰邊嗰啲坦克啦，係咪？嗰啲咩1、2、3、4號戰車啦，全部都靚仔嘅。咁俄羅斯嗰啲係咁噶啦。咁呢個機芯咧，佢因為佢基於即係蘇聯嘅嗰啲機芯啊，你得個皮實咧係冇人會買嘅。個時代已經改變咗㗎啦。個時代嘅改變係呢啲機芯，你一係就抌晒啦，一係咧你就雕靚佢啦，盡量可以喺佢 offer 到嘅版路裏邊，你咪盡雕咯。咁佢已經咁嘅價錢，咁佢咪盡雕俾你咯。咁呢個咧就係想講咩咧？有時個時勢咁行咧，你就要咁行啊！你唔能夠咧成日話自己得天獨厚啊，好犀利啊，人哋唔做我做啊，咁樣又難啲。嗱，我想帶出咩咧？譬如勞力士咁樣，佢嗰隻嘅 Lanzuela 咪背透嘅。有啲朋友話勞力士終於做背透啦。勞力士唔係終於做背透嘅，我講過好多次。勞力士嘅背透都唔係來自早2年嗰隻 Daytona 背透嘅。好多人出嗰隻 Daytona 背透嘅時候，個個殺出嚟話勞力士終於第一隻背透。講過好多次嘅啦。我哋玩錶唔係話好耐，但係唔係需要好耐啊嘛。10幾年前 Cellini Prince 咪背透咗好鬼耐咯，係咪？咁透咗好耐噶啦。勞力士一直唔透嘅意思係點解佢一直唔透咧？個時代唔要透噶嘛。勞力士以前係 sell 咩咧？佢 sell 出嚟嘅時候 sell 豪色啊嘛。Oyster Perpetual 啊嘛。Oyster 即係點咧？用一個好特別嘅鎖死嘅系統，係咪要特別工具先可以打開嘅？令到佢點樣啊？防水、防塵、防腐蝕、防呢樣嗰樣，係咪？有904L 又成，佢係皮實耐用噶嘛，直到 sell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去到80、90年代之後咧，皮實耐用係被打擊咗，因為嗱，其實有幾樣嘢打擊咗㗎。第一，逼住啲人去做 in-house movement。第二就係逼住啲人做背透去整靚仔。佢嗱點解咧？都係因為科技發展咗嘛。你科技發展咗，你唔能夠原地踏步。科技發展咗咧，有 sapphire crystal 藍寶石水晶鏡呢一種
既能夠非常清晰咁睇到機芯，亦能夠造成防水嘅一樣嘢啊嘛。咁因此啲人咪開機芯俾人睇咯。以前啲機芯邊人雕㗎？嗱，即係你唔好計陀錶嗰啲先，陀錶梗係要雕咯。即係講緊腕錶啊，五六十年代、六七十年代，你雕個機芯嚟做乜鬼咧？係咪都睇唔到啊？你俾個 watchmaker 睇，咁有咩用咧？平時最緊要係點啊？唔好入水隻錶。喺嗰個年代，50至70年代，rule number one 就係隻錶冇入水先，入咗水就玩完咗。你雕靚佢咁啊，點樣入水咪生晒鏽爛晒咯？係咪？咁因此冇人堅持或者冇人去諗去做 in-house movement 嘅，你自然自家個 difference 喺邊咧？冇 difference 啊！你俾人睇啲板路，知道你唔係自家，冇人睇到個板路，係咪？咁科技發展咗，有藍寶石水晶鏡，個個打開哇藥，原來你係通用機芯㗎，原來你 ETA 改㗎，原來你係 Zenith 幫你做㗎，原來你係芝柏幫你做㗎，原來你係 Lamania 幫你做㗎，唔係自己做㗎咁樣。原來你個機芯咁核突㗎，收我咁嘅價錢嘅，咁因為有呢一樣藍寶石水晶鏡，令到你咪要去雕佢咯，你要去雕佢，亦都要做自己機芯，咁你先賣到價錢啊嘛。個時代唔同咗，有藍寶石水晶鏡之後，你如果用呢個咁嘅寶潔機芯，你唔雕佢咧，好鬼死粗啊，冇人會買嘅。唔好話賣幾萬蚊隻啊！哇，個背蒙面睇落又真係幾靚。anyway， 你唔好話賣幾萬蚊隻啊，幾千蚊都好似俾多咗咁樣。咁個時代要發展啊嘛，咁勞力士馬死落地行，其實佢捱咗好耐啦，而家咪要搞翻多啲背透咯，慢慢咪越嚟越多背透，個機芯咪比較金妥你咯。開始以前邊有金妥啊？勞力士係咪？係冇金妥噶嘛？點解會整個金妥俾你咧？咁而家就係即係你唔好講嗰啲好特殊嗰啲案例，或者某啲 tailor-made 嘅版本啊，或者某啲好舊嘅嘢先嚇，講緊即係近代嚟講，邊有金妥啊？勞力士都會就住時代改變或者個時勢改變咧而有所調整。腕錶亦都係有所調整嚇，呢個咁核突嘅機芯寶潔，佢都會雕到好靚，為咗順應時勢嘅發展。時勢係點樣，你咪跟住去做咯，係咪？除非你有能力認為自己係市場嘅領先者、市場嘅先導，你係可以一個人咧扭轉形勢。其實做嘢或者做生意咧，我覺得呢2年都係咁。呢2年咧，即係可以簡單講，無論你做咩生意都好咧。嗱，除非你嗰行真係好得天獨厚啦，或者你真係超叻嘅，否則嘅話咧，一般人佢嘅投入同回報個比例咧係好差嘅。對比早2年，可能有啲觀眾有同感，有少部分冇啦。不過我諗大部分可能都有。生意唔好嘛，環境唔好嘛，利息又高嘛，咁你投入嘅時間就當然回報就冇早2年咁高㗎啦。無論你打工都係嘅，甚至咁冇辦法㗎。咁而家應該做啲咩？嗱，我自己咧，我已經選擇咗一條路線㗎，就係咧，我已經 set up 好晒啲嘢啦，係咪？無論係大陸 set up 好多嘢啦，唔同地方 set up 好多嘢啦。呢2年咧，有得玩就玩，有得食就食。呢2年咧，反而最好係咩咧？吃喝玩樂同埋買嘢喎。你早2年買嘢咧，嗱，你早2年應該做咩咧？早2年應該去俾多啲時間去投資做生意，又揾錢揾多啲錢，因為容易揾錢嘛。但係早2年啲嘢好貴嘅喎，買乜都要炒嘅喎，買乜都要排隊嘅喎。即係整隻錶，即係唔好話買錶要俾炒價，揾師傅整錶都要俾炒價㗎。當時係因為好多人排隊要整錶嘛，好個市場好熾熱啊嘛。你想個師傅快啲，你俾多2嚿水去叫佢要把一把尖咁樣啊，差唔多要去到。而家唔係㗎啦，而家揾人整錶好快㗎啦，而家買嘢越嚟越平啦。啲錶開始排到，而江詩丹頓 Overseas 早2年點會排到㗎 ？AP 嗰啲窩屋都要排到，而家排到啊！咁而家應該做乜？而家應該多啲咧，吃喝玩樂啱嘅嘢咧就去買，因為價錢平咗㗎啦。去消費，去玩，因為呢2年你投資啲錢去做生意咧，回報好低㗎啦。反而你吃喝玩樂咧，好平好抵，去玩就最好嘅。若果你仲有能力去玩同埋買嘢嘅話，因為好多人已經咧慢慢玩同買嘅能力咧已經係削弱咗啊，因為生意唔好或者份工俾人炒咗，仲少咗人排隊去玩啊，去玩都少咗人排隊同埋逼嘅，去買亦都少咗人排隊同埋逼嘅。
咁你咪買到平嘢，玩到平嘢咯。咁因此咧，我自己會係多咗時間去玩啦，多咗時間去買一啲之前冇買嘅嘢啦，多咗時間去享受下生活嘅。即係我認為我哋呢個頻道就唔係真係叫腕錶頻道，叫品味頻道咧，就係想講下唔同時候做唔同嘅嘢係好重要噶嘛，係咪？尤其我成日都講一樣嘢，錢咧係後生嘅時候咧先有用嘅，老咗嘅時候咧錢咧係冇咁有用噶啦。有啲朋友即刻反駁咯，哇，老咗冇錢睇病咁樣。即係你話老咗冇錢睇病咧，咁都可能會係嘅，但係即係我自己認為咧，我寧願後生嘅時候咧玩盡食盡用盡咧，老咗嗰幾年即係衰啲咪衰啲。你如果成世人捱到80歲都唔一個崩都唔捨得去使，就係為咗去睇病，最後睇咗2年病又咪死，係咪先？好簡單一個道理啊嘛，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噶啦。你寧願80歲嘅時候我俾1萬億你，1000億你啊，唔好1萬億啊太多。我80歲嘅時候俾1000億你啊，定係你20歲嘅時候俾1億你咧？係咪先？我相信咧，所有人即係我一開始唔俾錢，任何錢嚟喎。你一個普通平凡人，你寧願20歲嘅時候攞1億啊，定係80歲嘅時候俾1000億你？甚至你臨死前嗰日，我俾夠1萬億你。冇用嘅，錢喺後生嘅時候先有用嘅。你當你死嘅時候，啲錢已經係 nothing 啊嘛。你話俾啲細路啊，有啲人根本都冇細路添，而家咁都唔知俾咩，俾隻狗啊。有啲人俾隻狗嘅會係幫個狗成立基金會，咁都可以嘅Well 喺嗰個時候有用嘅就用咗佢。最慘係咩咧？我想講係咩咧？嗱，譬如我哋而家仲會玩錶啦，我絕對玩錶啦，玩車啦，玩酒啦，乜都玩。有啲嘢咧，你會唔玩嘅喎？原來之後，嗱，譬如我細個好中意玩吉他、儲吉他，我係非常之咁喜歡同埋多嘅。即係你譬如木吉他嗰啲咩 Martin 啊、Taylor 啊，即係你電吉他咩 Fender 啊、Gibson，你諗得到嗰啲品牌咧，我好多都有啊。甚至 saxophone 咧，我好多都有啊。我以前好想快啲俾心機做嘢啊，買多2支。而家咧我都唔係咁中意玩喎，又即係間唔中玩下，但係冇咗嗰個熱誠。你應該趁你對嗰樣嘢仲有熱誠，仲有痴迷嘅時候咧，就把握自己仲喜歡嗰樣嘢咧，先去做咗先。我俾你80歲，你一直都唔玩，80歲你先至去買架跑車，你都捐唔到落去，已經或者都唔想開，或者你已經條腰骨已經斷啦，或者你喺架跑車裏邊80、90成100分貝噶嘛好多車都哇耳仔都痛啦，已經唔後生。你都唔啱玩嗰啲就冇鬼玩啦，係咪先？你想買靚衫你咪買咯，趁自己仲有身材，係咪？仲靚仔仔嘅時候咪買咯。咁你到你第日都老你都唔出街喺老人院嘅時候，你仲着2套Giorgio Armani定係着咩？你都唔知佢做乜。仲中意嗰樣嘢就俾錢買，仲食到嘅時候就食啲好嘢，係嘛？而家中意食肥豬肉，仲後生食到就走去食。仲食到有啲朋友，我唔係叫大家食煙啊，即係我冇建議大家食煙嚇。首先要講明先，費事又俾人鬧。若果你咁啱中意食雪茄嘅，若果你咁啱中意飲酒嘅，你趁你而家仲飲到嘅，仲食到，你咪去食咯。到你60、70歲、70、80歲，你食雪茄食2支最茄噶啦，飲一杯已經頭暈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原來嗰樣已經冇咗噶啦。而家趁有時間啲細路未大嘅，有啲朋友或者仲黐下你，仲起碼肯同你玩，你快啲趁機去同佢玩。大咗亦都唔黐你噶啦，把握嗰個時機係最重要。同一件事唔同時間做係有唔同嘅。我再舉個極端，或者有啲朋友覺得好傻或者點嘅例子啊，即係甚至即係再極端啲喺法例上有啲嘢都係嗰個人唔同時間，你同佢唔同時間去做都係唔得噶啦。譬如你唔夠16歲都唔俾結婚噶啦，係咪先？同一件事啫嘛，結婚你唔夠16歲，佢唔俾你結噶嘛咁時間到了咪俾你做咯，同一件事嚟啫嘛。同樣道理，你買錶亦都係你自己仲中意隻錶嘅你自己仲喜愛腕錶嘅，你去買，你仲食到嗰樣嘢嘅去食，你仲中意呢個地方嘅，你就住喺嗰度。有啲嘢咧轉眼即逝就不再復有噶啦。睇你點睇啦？呢個品牌相當之出位咁你又可能你咁啱而家呢個年紀
仲中意呢啲腕錶嚇，大個你又未必中意或者唔興啦。睇下你會點做啦。不過我永遠都係講一句嘅嚇，適當嘅時候買適當嘅嘢，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，你會發現咧，同樣擁有嗰樣嘢，同樣都係做嗰件事，得出嚟嘅效果係差天共地嘅。咁今日用呢隻嘅 Alexander Sokolov 咧去做一個例子咧，又俾我可以噏20幾分鐘嘢啦，咁啊好開心。咁今日同大家講呢隻嘅腕錶，多謝各位。